在這個快節奏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，愛情似乎成了奢侈品，讓不少人心生疲憊，甚至失望。朋友圈裏曬恩愛的越來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單身自嘲和人間清醒的獨立宣言。作為單身一族，我們或許曾笑談婚姻是愛情的墳墓，但靜下心來，不妨換個角度，深入探討一下婚姻在人生旅途中的真正意義，以及它為何依然值得我們去期待和珍惜。首先，我得承認，愛情裏的失望確實存在，它可能源自於對方的不理解、背叛，或是雙方成長的步伐不再同步。這些傷痕讓人對愛情的美好產生質疑，甚至有人因此選擇了徹底的逃避單身萬歲，自由至上。然而，婚姻並非愛情的終結，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開始。它是對愛情深度與廣度的考驗，更是兩個人共同成長的契約。想象一下，當你和伴侶經歷了從相識、相戀到決定攜手步入婚姻的殿堂，這一路走來，你們已經共同解決了無數個小摩擦，每一次的和解都是對彼此更深一層的認識和接納。婚姻就像是愛情這棵樹的土壤，它提供了穩定的養分，讓愛情得以在現實的土壤中生根發芽、茁壯成長。它教導我們，愛情不只是心動的瞬間，更是日復一日的陪伴與堅守。再者，婚姻給予我們的是一種歸屬感和責任感。單身時，我們可能享受住無拘無束的生活，但內心深處那份對家的渴望，對有人問我粥可溫，有人與我立黃昏的向往，是永遠無法抹去的。婚姻就是那份承諾，是無論風雨，都有人願意與你並肩作戰，共同面對生活的種種挑戰。它讓我們的生活有了方向，也讓我們的努力有了更深遠的意義。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婚姻也能促進個人的心理健康。研究表明，擁有穩定婚姻關係的個體，在面對生活壓力時，更能保持積極的心態，並擁有更強的抗壓性。這是因為在婚姻中，我們學會了傾聽、理解和支持。這些情緒的溝通能夠顯著提升我們的情緒調節能力，讓我們在面對困難時不再孤單。當然，婚姻並非一帆風順，它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與經營。但正是這些不易，讓我們學會了珍惜，學會了感恩。就像那句老話說的：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能夠遇到一個願意與你共度餘生的人，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緣分。對單身的我們來說，或許現在對婚姻持保留態度，甚至有些恐懼。但請記住，不要因為害怕失望就拒絕嘗試，不要因為一次或幾次的失敗就全盤否定。婚姻，它既是愛情的歸宿，也是個人成長的舞台。當我們準備好而更成熟、理性的態度去面對它時，就會發現，婚姻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，更是兩個靈魂的深度交融，是彼此成就、共同成長的旅程。所以，即使你現在對愛情失望，也不要輕易放棄對婚姻的期待，因為在這個世界上，總有那麼一個人，值得你跨越千山萬水去遇見、去珍惜。婚姻，它或許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但它絕對是人生旅途中那份最溫暖的依靠、最堅實的後盾。讓我們一起帶住對愛情的憧憬，勇敢地邁向婚姻的殿堂，那裡有我們未曾觸及的幸福與美好。